美食行脚节目，玩家转型进阶网络版，不推怎么行？由莎莎领军，搭配2位网红，介绍各种美食小物排行榜。一开头就找来韩国瑜、王世坚，要带大家吃好味的。由一姐莎莎领军，搭配城市玩家 Andy 老爹以及培育网红 Buddy， 组成全新网络节目。不推怎么行？把各种美食小物网罗搜给大家。主持人莎莎其实是介绍一个吃喝玩物各式各样的排行榜。像我的话，我就是担任一个像教官的角色，他们2个会去找好玩的地方，把玩家的模式进阶到网络版。不光是美食景点，还要介绍小物。首集节目找来重量级卡司，包括常韩国瑜以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，还有国民学姐黄静莹。节目片段：韩国瑜，我年轻的时候把女生像你这样，我一定每天写情书给你，这样对我市长形象会不会不太好？节目片段：王世坚，懂玩不难，懂吃才是厉害。这次我会颠覆大家的想象，帮大家尝尽世间美味。主持人莎莎，王世坚大哥他是我的粉丝，他今天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眼睛里面有散发出粉红泡泡。巧的是，才讲到王世坚，记者会前，莎莎就在电视台大厅巧遇来录影的王世坚。主持人莎莎，我的粉丝，我的粉丝，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粉丝，他们真的相信。对啊，真的啊。延续玩家的气势，全新组合，全新节目，就盼有机会能再创造一波新浪潮。